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方啟源傳道。今日會同大家一同閱讀哥林多前書12章，當中保羅提醒哥林多嘅弟兄姊妹點樣喺教會入邊生活。今日香港都正經歷大大小小唔同嘅變化，包括咗教會喺呢一啲人未能預期多變世界裏邊生活。我哋唔知道聽日會發生啲咩事，但係喺混亂同埋失落當中，神仍然呼召佢嘅兒女，用佢所賜嘅恩賜彼此成全，互相扶持，活出作為基督身體嘅真實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2章開頭指出，恩賜原有分別，聖靈卻是一位。呢一句嘅說話提醒我哋，所有嘅屬靈恩賜嘅源頭都唔係自己，而係屬於嗰位賜生命嘅聖靈。無論係講道嘅、服侍嘅、關懷嘅、禱告代求嘅，甚至只係安靜陪伴嘅，都係同一位聖靈嘅工作。喺困難入邊，相信好多人都會感到無力。面對社會困難、教會需要，或者嗰個時候嘅你都曾經問過自己，我能夠做到啲乜嘢呢？其實聖靈早已喺每一個信徒入邊放下恩賜嘅種子。嗰個打電話關心有需要嘅人，為佢哋禱告嘅姊妹，又或者正運用勸慰嘅恩賜，自發服侍，回應教會同埋成長班需要嘅弟兄，呢一啲都係實踐住聖靈所賜嘅恩賜。神冇忘記任何一個軟弱嘅靈魂，更加冇忘記呼召信徒，使佢哋嘅子民成為彼此嘅祝福。保羅強調，恩賜嘅目的唔係高舉自己，而係為要使人得益處。生活喺社會入邊，基督徒若果只係用恩賜滿足私人嘅屬靈追求，咁樣就失去咗恩賜嘅真正意義。每一位信徒，每一項嘅恩賜就好似身體入邊唔同嘅肢體，有伸手救助嘅，有開口安慰嘅，有跪下代求嘅，整體嘅力量遠遠超過個人嘅力量。或者有人會覺得自己微不足道，但係保羅提醒，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着你。香港嘅教會經歷多年嘅試煉之後，更加需要重新學習點樣彼此尊重，彼此接納。神將唔同背景、性格、能力嘅人放喺同一個身體入邊，正正係要讓我哋學習謙卑合作，而唔係比較或者排斥。當每一個弟兄姊妹都願意喺神嘅帶領底下發揮恩賜，教會就成為咗城市入邊真正嘅盼望記號。恩賜嘅運用唔單單只係一種能力嘅展現，更加係一種關係嘅實踐。保羅喺12章嘅尾段用身體嘅比喻指出，若果有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嘅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果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嘅肢體都一同快樂。社會中、教會內嘅大小事唔單單係有關於個人嘅，而係屬於整個社區、整間教會嘅事。當教會入邊嘅眾肢體都可以體恤呢一份嘅痛，並且願意行近有需要嘅人嘅身邊，教會就真正活出基督嘅身體呢一個嘅身份。信徒之間嘅合作需用愛為根基。保羅喺下一章提到，仲有先知講道之能，明白各樣奧秘，若果沒有愛，就算不得什麼。咁樣提醒住我哋，恩賜嘅果實若果缺乏愛，只會變成驕傲嘅工具。然而喺愛裏邊運用恩賜，便能夠醫治人心，重建關係。或者你嘅恩賜唔係公開嘅侍奉，但係請唔好輕看所有背後默默嘅服侍、聆聽、代禱。神必使用看似微小嘅愛心行動，使佢嘅恩典可以喺城中流動。神能夠喺破碎之中工作，因為基督嘅身體都曾經喺十字架上面破碎，卻因着呢份嘅破碎帶嚟全人類嘅救贖。今日
當我哋面對城市教會嘅需要，基督就喺呢一度呼召佢嘅教會，成為佢復活嘅延續，讓人喺愛裏邊合一，活出嗰一份復興嘅盼望。若果教會嘅每一個成員都忠於自己嘅恩賜，就好似身體各部分都正常運作的話，呢一個城市就能因教會嘅存在而得到醫治。有人禱告，有人行動，有人安慰，有人給予實際嘅支援。所有呢一啲嘅付出，都係見證住同一位主嘅愛。我哋一同祈禱，求賜下恩賜嘅聖靈，時刻提醒我哋，好好喺社會或者喺教會裏邊發揮恩賜，叫我哋能以恩賜互相建立，服侍神嘅教會，主嘅身體。同時亦都讓教會成為社會嘅祝福，叫我哋喺當中成為見證，讓人喺我哋身上看見主。以上禱告係奉我主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